上帝啊，求你检查我，知我的心思，试我，知我的意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带我行永远的活路。这时，咱会分开圣诗，圣诗55首，圣诗55首，我信全念上帝。咱请起立来念全首。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生命，来救主，以信心祷告，以在生命上的实施，以有的应当实操，愿信的信满中不离苦，愿上帝对象永过，以他的人的所谓考验，愿请坐。这是咱同齐来启应，启应文第14篇，启应文第14篇，请大家咱同齐来启应。所行完全，着趁耶和华的有法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就用啥物来称义伊的伊所行？我专心找你，叫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界规。叫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性因为忧苦来消融。求你互我离开甘蔗的路，求你互我的目睭哪行无看虚假。你的话将我救我，我有受苦是做我的日日。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爱受你的律法到安尼啊！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开拆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以上，这是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上帝，咱感谢你伫引带带领，从咱来到你的圣所内底，坐来敬拜你，同心来听主你所阮互阮的道理，我嘛知阮的意思。
我嘛知阮不足，特别伫即个不断变化的世代当中，由你亲自来看待咱一个人，会当用心志换心来变化家己，来面对头前的路，来家己路上帝所安排的路本，活出世上的光。即时咱大家三甲主即时，甲阮即本个人同在。即时嘛，用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安尼来祈祷。阮父亲的爸，你的名是，你的国度来，你的旨意在，你的旨意，阮的心来发达，下来咱的国度，亲像咱下来的国度来，有做咱的事，有用咱的办法，有做咱的每个人的生活，咱的心，阿门。圣经记载的使徒行传第16章第30到第10节，使徒行传第16章第60到第10节。因经过古鲁加加马太地方，因为信心捌紧因传道理伫亚细亚，就行到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去以推尼。耶稣的时阵，就对美西亚经过，就到提罗亚。保罗面时看伫意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徛地对伊讲，请来马其顿方掌管。保罗已经看见意象，伊遮个人比以后去马其顿，也做是上帝调管传予伊意象。这是赞美，请释怀对。
即时讲到，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是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带领，请牧师。我哋当过在先去，多谢这个新的圣灵书院派我来咱的教会，感谢牧师，伊也甲我安排伫这个礼拜日，就新的圣灵书院纪念主义的服务，来完成代祷，就新的圣灵书院的时间，咱大家人拢来出来祈祷。我来问咱大家，毋捌去过新的圣灵书院的人吼，毋捌去过，毋捌去过人请举手看下，差不多有2/3都手动。我真捌，咱的教会若即讲无法度全体到新的圣经书院去做即个灵修会，若无看会当团体去到迄个所在来做灵修。安尼，你甲新的圣经书院，你讲即个学校要甲伊关心，要甲伊改导时，你马上有一个讲即个学校是新款的学校，伫啥物所在？即摆等你做新款的事工。安尼要来帮助你来关心建校，会更较密切。建校已经有70年历史，讲起来真长啊！有70年历史。因为时代变迁，因就开始无收初中毕业的人，到尾连这个栽培家省的这个时间无去啊，因为全台湾差不多要读大学，拢真有可能甚至有足侪大学招无学生，所以新的圣经书院为着安尼因果，就改变因原来这个学校伫栽培传教者的即款的方向，互玉山、台南、甲台湾城市来做即个事工，因就转型来成做地方教会灵修的所在。因也办足侪即个短期班，会当互信徒自由报名来参加，特别伫灵修生活的顶面的操练。即个校现主是做安尼的工作。因为70年的历史，有的厝已经超过60年。讲70年是最开始啦，搬到新竹迄边去，差不多有60左右吧。所以伫遐宣教士帮忙，咱基督教会伫遐起造的遮个厝，咱知影有建筑的人拢知影，一间厝若超过将近即个50、60，差不多就拢爱拆起来修理。咱知影即个水泥水泥的历史差不多会当挡60年，60年到的时阵，就开始来准备来做维修也好，甚至爱安怎准备讲爱甲伊拆起来电器。所以因为安尼因果，所以即个新的圣书院的费用需要的费用，伫2022年呢，因的预算有拢做偌济，6800万。这讲的是足大一个数目，对咱个人来讲，对咱个人来讲，我一世人我就无法度接触遐尼济钱讲的是天文的数字，总是若就讲全台湾教会，全台湾教会来肯努力认真来维护的，我想逐年会欠缺
拢会当解决。所以我伫即个所在爱呼吁咱，我感觉我古早伫大学毕业了，我去东部，伫咧我的故乡关山，第一天有6点几级的即个大地震了。我站伫咧南口，我住所在13楼，摇一下，嘛着惊咧。我去看伊，我门开，我就心较安哦。万一真正大地震哦，我门无关啦，因为真正大地震的时阵，我迄门就袂开着咧怎啊？我毋是目睭咧，我咧关，迄门就无关咧，所以我咧按时来困咧，严严。早起起来看新闻，知影讲东部啊，大地震。阮关山，我是关山出世的。阮关山讲50年毋捌有遐尼大的地震。阮牧师娘70年吼，50年前预备，迄大地震伫东部是非常的厉害。我讲即个东部地震的因故是，咱带即个世间去徛起。咱拢毋知影会对着什么款的代志，什么代志要发生，咱拢毋知影。上帝互咱会当活，咱早起会当来到即个所在，甲咱当时的遐日子的学乐敬拜上帝，实在是爱充满着感谢。咱是三甲来祈祷，主我的上帝，阮感谢你，阮虽然拄着地震。有时阵风台，有时阵有人有确诊的这个危险，是阮足亲的朋友，迄个危险哪像伫阮的身边，阮惊惊。所以阮深知，上帝你是阮性命的源头，这个代志拢提醒阮，阮不时就爱会晓我靠你来活，常时、逐日拢用感谢的心来领受上帝你的祝福。来，通过圣神的工作，阮要安怎来顺服上帝的引传带领，共同来思考，阮就怎样加做一个顺服圣神带领的基督信徒，求主你安尼来帮助阮，基督配合所有圣名，阿门。拄则咱所读的一段圣经在，真出名的圣经，真侪人拢爱用一段圣经，甚至拢爱用什么？爱用讲吼，迄个马其顿的呼声，今日我无要用即个题目，甲咱先讲先，我是要用一个题目叫顺服上帝圣神的带领。其实马其顿的呼声报应，有源就是顺服上帝圣神的引传甲带领。咱读即段圣经的时候，我伫读的时阵啊，我有当时会真奇怪，会想讲奇怪，因是要去讲道呢，因是要去传道呢，是安怎圣神要甲伊禁止、甲伊阻止？这样代志，互咱来思考一样代志，就是伫咱所做的代志顶面，甚至这个理由真正确，若无上帝的心意，咱来理解哦。这个代志无拄会成，因为上帝会阻止，不管伊是偌好，不管伊正当，上帝拢会阻止。当然，伊阻止这个代志，就是因要宣告咱使徒行传专门伫记载什么？专门伫记载圣神临在伫伊个中间的记述。咱若看这个使徒行传，咱就要理解圣神临在。圣是圣父、圣子的圣神，咱活伫耶稣基督上天这个时代，咱来叫做圣神的时代。耶稣无用伊的肉体对咱来显现，耶稣对圣神临在伫咱的中间来见证耶稣就确确实实伫这个世间做宣告的工作，做拯救的工作。做救赎的工作，圣神会通帮助咱来做一款的见证。咱来看圣经的时阵，知影圣神的临在旧约圣经的时阵哦，是只有对谁呢？只有对国王
因为王要印刷这百姓，所以上帝圣心特别印在这王的心上，这领袖。要什么啊？祭司，因为祭司要带百姓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求赦免，甲上帝搁一摆透过祭司来得到和解。所以祭司嘛得到上帝特别圣神的印刷，互伊会当知影要安怎来带领伊的百姓，转来到上帝面前。搁来什么人？搁来是先知。先知就是上帝古时代中间特别拣选这特别的人，互伊会当将上帝的心意来讲互咱上帝选民了解，并无有像伫耶稣的时代点啊，耶稣上天了嘛，伊就讲我上天去了我要找什么来？找圣神临在恁的中间。咱生活伫安尼的时代。所以今仔日咱就的确爱了解一项代志，圣是今仔日毋是只有伫牧师的身上，毋是只有伫执事的身上，才领受的天命。当然有，圣神伫因要就任成做这个特别的职务的时阵，徛伫台仔顶，要领受这个圣职的时阵，我相信圣神特别临在因的身上，互因献心要有上帝。搁另外，上帝圣神的临在是。伫咱所有这信徒，伫咱所讲的天信徒的时阵，咱既然信耶稣基督，既然悔改认耶稣基督做主，接受洗礼，圣神就真自然普遍的临在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互咱会晓得爱找求上帝引带带领，会晓得要安怎来敬拜上帝，要爱。伫圣经的话语的中间，要安怎来实践伫咱的生活的中间？这是圣神伫这个耶稣上天了，普遍的临在伫这个世间人，就是咱信徒身上的顶面。咱来看，咱所见的一段圣经，保罗甲伊谈判要爱去宣告，这绝对是一个好事。宣告当中，上帝敬虔组织，当然啦，咱就无法度100%来了解讲上帝是安怎无爱互因迄个方向去做宣告当中。个上帝伫启示中间，互保罗看到，伫马其顿这个所在，有遐个人对伊的呼求声音，讲请伊来帮助我。伫这个所在。保罗所看见异象，咱用咱的信仰的眼光来看去，保罗伊有得到感动，伊感觉讲这是上帝圣神的引传。上帝甲伊组织讲，嘛袂当这条路去，袂当对这个所在去，上帝甲伊讲，你着明明着去这条路。我直接来甲咱先来看一个时间咱来看。20只，安尼甲你讲，保罗既然看见这个印象，所以这样字叫做“我”。你若看华本的圣经，这叫做“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当了解，对即章开始，路加加入去，伫迄个所在无用我，用我。你若读圣经查经班，你读圣经的时候就会知影。咱来明白，咱来思考上帝圣神的印传，迄个前提，我一定甲咱讲了，讲咱拢总会通对上帝来领受圣神的感动。这样代志，请咱一定爱记住，毋是牧师、传道、宣教师，或者是特别的人，因才会当领受圣神的感动，就是真普通的你甲我，拢总会当领受圣神的感动。咱要来领受圣神的感动，当然你会搁咱问讲，我哪会知影这到底是毋是圣神的感动？咱来注意看这个使徒行传第15章的时候，头前这个所在。第15章的时候有记什么款的意思？你知无？就是有的人坚持讲，这外邦人要信耶稣，伊的确
来行到底，再当来接受耶稣就一教。哦，保罗讲毋是安尼，免无需要，毋通勉强这个外邦人来受教理。所以15章的所在有一个真要紧的会议啊，咱来叫做耶路撒冷的会议。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的会议中，就咱有经文，这正做后来教会开会的一个模式。教会各种的事工拢通过议会来决定。咱回来看第8节、第15章的第8节，这安尼讲，因为圣神甲管，因为圣神甲管是这开会的人啊，这领袖，定着无将别个担当放伫恁的心上。耶路撒冷的会议中一个足重要的机关，就是决定讲，毋通将这个外邦人因无必要的担当放伫因的顶面。譬如来讲，咱台湾人咱的文化，咱台湾伫庄骹拢会卖一个食物叫做猪血粿吼，捌食过人请举手讲诶。哦，就是一罐，有一罐人拢捌食过猪血粿吼。哇！你若伫犹太人中间，你若食这吼，你就犯着因的禁忌，你知无？因犹太人无食过，因为你有照规约血。代表性命，阮尊重性命，所以阮无吃过。咱台湾人，咱是外邦人啊，伫咱的文化中间，咱无即款的传统啊，咱无即款传统。甚至我做囡仔时啊，我听庄稼人讲，我咧剪头毛的人啊，一礼拜爱食一摆猪血咯。伊讲会甲迄个吸收的这头毛，来排掉，毋知有影无影我毋知。就是你敢捌听过吼？每一种无共款的人，伊有伊的无共款的文化，台湾人古早的文化是，咱即嘛是安尼，这礼拜咱正平对，用咧，古早的教会是，对迄边到遮有一个布帘啊，围起来，知无？查甫一边，查某一边。我是毋捌拄着，我捌听过顶摆人安尼咧讲，若讲我即摆现代人听，咱一定感觉足奇怪，足奇怪。我做囡仔的时阵啊，佫足可惜，真自然，查某就分开坐。后来我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夫妇坐做伙，即摆差不多拢安尼嘛，真少讲。查某坐一边，查某坐一边，无啊！我来这边到下看，年纪真大人共款啊，伊的牵手嘛就是伊隔壁。总是文化上的无熟悉，所以伫这个开会议会的中间，上解要紧的个保守条的，相信耶稣基督，像其他的代志吼，安尼而且又来讲，有几若项，恁莫去得罪这犹太人，伫犹太人的面头前。你毋通食啥个，毋通食祭偶像的物。有人对祭偶像的物嘛毋敢食。总是你毋通伫迄个软弱的人的面头前食互伊跋倒，安尼你真少互伊跋倒啦。你有做哦？当然，对保罗的解讲来看，我食鬼，我食这拜偶像的物件，对我来讲拢无影响，因为这物件拢是上帝所创造的。我学了感谢，我就平安家食。总是有一个人软弱，伊看到你食这伊会滑倒，所以伊毋通食。搁爱敬意的，伫迄个时代中间，男女的关系真随便，犹太人足重视这家庭伦理的关系，所以特别很交代，袂当惊这个代志。安尼，耶路撒冷会就惊到这个代志，所以开会中间，所以咱。受到上帝圣神的引带，足要紧的是，你伫基督灵修的中间，知影对上帝的感动了来，上是你来讲，当时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参详，佫想讲，耶稣基督的教是甲我所遇到这样印象，是毋是有对立？若无，你就安心来顺服。
咱做一个基督信徒，一要紧的代志就是，当咱爱接受圣神的感动的中间啊，咱爱有几项代志爱做。头先是，咱爱将咱迄个阻碍咱甲上帝亲近的这个阻碍的无论思想、想法，拢伫上帝面前，爱甲摒杀去。一个美国真少年一个牧师吼，伊有写一本书叫做《活在我想讲伊中文翻译是活在美好，对，伊中文写是活在美好，这四个中文字哦。伊英文是讲 The best life， 下骹写 now， 哦 ，The best life now。咱的中文翻译有将迄个 now 现在来表达出来。这个年轻的牧师所写的，这美国人的年轻的牧师所写的，是讲鼓励人爱积极伫生活中间啊，伊甲政治伫伊的时代中，咱当然嘛是咱这个时代人啦。因为这本册出来差不多中文叫10年嘛吼，你若去教书行来找本。伊讲，大小你爱互上帝的灵甲你感动，你安怎？你爱将你心内所有这负面的思想来甲伊丢弃。伊家己讲伊的经验啊，伫伊的家庭生活中间，伊的老爸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讲家庭生活袂当享受生活，过歹苦过面，袂使先过安尼享受。那享受就感觉讲安尼真罪恶感，所以因兜的生活呢，充满着咧面忧愁无笑面。后来伊的老爸改变。牧师在使用的机会，甲伊讲你这种的想法唔对，你着爱享受你的生活，这是上帝祝福。当伊的老爸将即款的负面的即款的想法提掉了后，伊讲我的家庭开始有欢喜快乐。享受生活是上帝甲咱祝福嘛，所以因兜开始有笑面啊，这是伊一个真大的。印象。第二项，伊的老母，伊的老母得癌症的时阵啊，医生讲你大概阁无几个月通活，伊的老母就倒来到厝，无阁再想着讲伊的癌症的代志。哇！伊就将所有圣经观的医治的经章，一个一个甲摕来读。将圣经遐上帝医治的话语，来当作上帝因为足积极来读。你若基本册，我印象中差不多伫160几页，迄个中间有写着即个见证。当然，上帝互每一人的印刷带领拢无相像，至少即个牧师上帝伫伊的家庭中间，透过伊的老母的即件代志，伊讲对迄阵开始，伊咧写本册时候，发表本册时。已经经过20年，伊老母还阁活了好些东西，所以伊家己的经验，伊甲咱讲，伊讲，伫咱的生命生活中间，爱用上帝灵来进入咱的心内做感动啊！你着爱安怎？爱从你的内心的这负面的代志，拢爱甲伊摕掉。当然，保罗因是早因为心变。要受感动来做上帝工，就是毋知影到一个对一个方面。咱若要爱对上帝来祈祷，上帝，你的灵来进入我内心来感动我想真要紧的一项代志，你就爱做即种的前期的工作，甲负面的代志拢爱摕掉。耶稣要亲自讲一个故事，讲有一人去夜间，为正落伫迄个。土堑的所在，下骹是尽头土真堑。有的是落伫刺皮的所在，有的是落伫啥？落伫迄个路边的所在，落伫迄个好土的所在。收成偌济，有30倍、60倍、100倍。上帝我有一个注意啊，
我虽然我住的所在拢无有土地，意思讲哦，我住的所在哦，住的图书馆拢伫楼仔顶，楼仔顶无土地通种出，做啥啊？会当种盆栽，我就学种盆栽。我最近哦，因为我住的所在，咱南口遮一直去技术，我经过一个所在，早起我运动时，我拄仔经过，看到迄个路边咧，牛骨啊，迄个坛内面种迄个叫做龙舌兰，我讲这名就对唔对？等等啦吼，等等。这个物件是真够调节空气。你若放伫房间的时候，伊个房间内面的空气会调节啊真好势。我真耐命，我就甲讨论。做来了，我家己分做几啊遍安尼种，足好啊！咱种做时，咱就爱整理迄个土，把迄个歹土摕掉，摕好的土入去，搁爱去用肥料改起，哇，伊就愈来愈水，愈来愈水。我想咱拢有即款的经验。我咱的干事哦，有几啊丛的这个叫做咖啡的后来迄个主人甲我讲说地吼，有人咧技术，迄层草用小块的迄个咖啡隔壁来甲讨入要乌掉，咱伫涂骹我发现你来煮，我一看我有咧，我去学，大概我即摆要种4层到5层的咖啡的差不多安尼悬啦。你若要爱的时阵，咱透过咱的干事伊知影我大出来，先来甲我透过互伊。伊即个土爱有一寡粘性的土，甲一寡即个栽培土，蓝蓝的，半日，即个日头伊就会活。听讲，差不多爱5年啊，伊才结籽。我迄度有一个姓老的姊妹，伊若看到种子，伊就要甲拄啊，我有一天对遐经过，我讲这是什么种子？咱迄个比例等等原来迄是什么种子啊？迄个叫做会当做皮安诺的一般茶。我听到说是语言桃花心木对，那么听过无？桃花心木，桃花心木，伊的种子是长扁扁，哇，伊有栽培2层，伊讲这2层要晒，你好，我即摆放伫我的脚内中间毋知咱的教育有需要，咱的教育有需要，我这2层差不多种到较大层，我毋知会干，以后要大到差不多60年差不多大，60年差不多大，我咱出来。现在我会知影这个桃花心木，我住伫关山，阮关山的迄个示范公务活动地，去关山定公所去政府，毋知影去摕着迄个桃花心木的栽。我即摆登去扫墓我即摆70至少有60年迄树啊，拢很大丛，拢很大，非常的水，桃花心木。你看卖对经济一丝丝会当拍甲伊后壁诚济树啊。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嘛诚讲讲，圣神伫咱的身体的中间，会当好的经济落去，慢慢长大，后摆会当开花结籽，60倍、30倍、几啊百倍。这负面物件扫掉了，咱讲好的土。有好的土，上帝话语，你有好的灵修的习惯，你有交配着好的基督信徒，甲你做伙祈祷，做伙追求信仰生活的人，三甲伫圣会中间，诚做兄弟姊妹，向向甲你教育我非常的可惜。我有一寡我做传教士转来了，一寡朋友煞无去教会，我讲甲阮
有够遗憾，失去足济足啊！有人甲讲啊，伊为着伊的工作无法度，其实爱甲毋安了对。有的人就一定从礼拜日放咧来敬拜神，所以绝对无互伊空讲，因为安尼来影响着伊的生活。咱信仰生活毋但会当有一款的坚定的信仰徛在，咱更较会当甲三甲来分享，三甲为耶稣基督来做好的见证。咱知影整个的使徒行传，伫见证什么？伫见证遮个互耶稣基督圣神充满遮个人，勇敢生命改变，做耶稣基督国我的见证。兄弟姊妹，我毋知影咱伫咱的信仰生活的经验，咱有够你勇敢，通成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了。我感觉我退休了，我常有甲人开讲。有机会来去人买地，我就甲伊啉茶以后，我就甲伊开讲。开讲到尾，我一定会讲我是牧师，甲伊讲我上好信耶稣，找机会啊！平时牧会中间较无即款的机会，咱伫咱的生活环境中间，的确有咱的无信主的人士。你咱甲伊分享着你的信仰生活无共款的所在。耶稣基督伫你的生命安怎去做改变？耶稣基督怎样伫你的生命中间，互你有迄个积极迄个生命规律？我相信你若做即款的见证的时候，你会愈来愈敢见证。我退休了，有去小教会帮忙即个讲道，我差不多20个人，我现在20个都无够。我讲连牧师傅我都骗起来压力教会，我感觉真正遗憾的一件代志就是讲啦，即使摕即个方面到头前去，迄个师傅的干部讲老师，请伊祈祷，我想奇怪啊，这个师傅的人应该该做方面祈祷，这方面祈祷也无偌困难。你愈若毋敢开嘴，你就愈毋敢讲。你愈晓开嘴，愈讲，愈来愈顺。祈祷到一个程度，你甚至毋免想的，迄个意念就出现伫你的嘴中间。我相信咱的确，伫常常祈祷的人，拢有即款的经验。包括我咱的忠心，咱的信徒，咱咧祈祷，开始是爱写包括我再来写伫咧迄个纸中间，咱慢慢特别重要，我一直在写。到尾连写都免写，人请你祈祷，迄个意念自然就对你的脑海中间安尼出来。操练，我上帝言给你充满，无上帝话，若无认真努力读圣经、读诗篇、读箴言、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真自然伫你的生命中间就互上帝圣神充满着你的内。圣神充满。咱该顺服圣神端。你若无顺服，圣经甲咱讲讲伫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毋通消灭圣神的感动。圣神的感动一旦伫咱的心中去做感动，咱该顺服，马上就去做。若无，迄个感动1摆、2摆、3摆，到尾迄个感动无去，迄个。你的福气无去，你若受到感动，哇！你欢喜照迄感动去行，1摆、2摆、3摆，真做你的祝福。我咧伫咱的教会听到迄个心内，咱的教会在讲他们钱咧，而且叫做讲耶伦里是法拉利的兄弟，咱知影林心培歌，听过林心培见证，请邀请看觅。哇，足少咧，我说无捌知。咱的教会有邀请林心培这个时候来做见证，我听了非常的感动。我将迄个感动带到光启高中，
光启高中的这有关的人讲啊，人生的这个拿到到的这见证，我拄变你选择的，真久我听着，哈尼感动人的见证，因就安排一个时间，请林新平起来做见证，哇，足侪人受感动，兄弟妹，咱若受感动，咱带这个感动，将这个感动来当正做别人祝福。我问咱，咱人生特别咱见到我讲我提出来是，咱老师常常拢会请外位人来，咱唔通讲下晡足忝的唔爱来，咱来参加绝对是你的利益，对于你有啥特别代志以外，因为聚会就是要帮助咱对上帝话语的中间，搁一摆就建立，迄个感动会互咱甲人分享。你甲人分享的中间，真自然，你的生命就会振荡起来，就活起来。上帝真自然，伫你的生命中间，就能做真真水的工作。我伫咧用这来做伫咧注意咧来信息，三个部分。对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有应允，圣神咧普遍的临在伫阮的中间。我嘛知影，阮有特别的需要时，圣神嘛特别甲阮三角地。主啊，阮感谢你，就是阮拄着灾难困苦，甚至伫迄个死亡的山谷的中间的时，你也要甲阮伫咧，你的确会将阮抱伫你的眼前，来行过这个艰苦的路。主啊，求你帮助正教会、正信徒所有受敬的这个领袖，会渴慕圣神的充满甲感动，佫会欢喜顺服，佫知影，阮着形成一个信仰的团体，伫遐来彼此追求上帝你的心意，相时来当做好的决定，就照上帝你的感动来做。当阮安尼做的时阵，阮就深信上帝你的圣工，上帝你的圣国，要对安尼来开拓、广阔。就感谢你有祝福南口的教会，我感谢你，求主你帮助，南口教会搁较有气力，我看到伊已经有成立这公益团，我来毋茫讲因公母会成立无共款的所在建立机会，建立教会无问题。国内外主要求你祝福因，因为阮看到早时的教会受祝福，就是因有努力。伫宣教工作的经历，所以求你安尼来使阮伫南口教会，阮伫咧纪念新的圣经书院，求主你帮助这间学校，会当继续着同教会，特别是平信徒的训练，来努力来拍拼，设计这个节目，互阮得到利益甲成就。求你安尼使阮使用，阮同人经营，感谢基督，靠耶稣的圣名。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阮是开信息168首，信息168首，恳求圣神降临，恳求圣神降临，请起来传首。Deus,
一时咱来奉献，啊顺利大家。相对来这样子，一时咱来报告。报告在先，我嘛感谢有无数今日的分享。好，这是咱来来报告。当时的部分，下主的书会是张慧玲、苏婷、徐玲、交大家书现。王瑶贤、林慧玲、献辉、周倩茹、特会真正是李曾启瑞，献诗的部分是姓外对，音控的部分是李新玉，查经的部分是杨美萍，这是下主的学在部分。聚会的人数甲奉献的部分，咱请大家家己来看。所来本会的消息。因为疫情的关系，若是厝内底若是伊居家隔离的状况若有需要，请甲教会来遮讲者，需要咱教会在有适当的帮助，可以帮大家来度过这个疫情的居家隔离的过程第一项，今日新的圣经书院圣经书院的纪念主日由温牧师前来报告，为学校来请安报告。我嘛有着学校的事工来导甲奉献。本会牧师到敦化教会来甲我们讲道。第三，下主日下晡1点半来调去幼儿园的董事会，请同工来万心参加。第四项，本会的学会甲幼儿园。来举办秋季妈妈成长班伊是9月16号到12月2号，每礼拜五早起是9点半到12点。若有12摆的上课的时间请兄弟来参加。要参加的兄弟会使同文相传到来报名。第五项，幼儿会决议明年2003年的月历，若有需要的兄弟会使伫公布栏来登记这个家庭一份阮登记表在阮后壁公布栏，有需要再来登记。若你需要较侪份的教会遮嘛会使帮恁代订一份是8张。另外日历的部分一本是250张。咱登记的时间到今仔日为止若有需要的兄弟会使甲咱学校
记。第六项，10月16号为圣餐殿下礼拜，甲主日的升旗礼拜。若有兄弟要洗礼，请按无出来，还是干出来报名啊。来两个报名的人来上爱上个只要真理的课程。哦，迄天10月16号嘛有献圣礼，哦，陈以诺兄弟，吼，陈以诺兄弟，迄天嘛来受洗礼。好，刷落来，阮关心大道的部分吼，这出来疗养的兄弟，吴世明、谢惠美，还有苏明坚基文、苏明坚姐妹的先生林晨清、赖建志、林建志、林德修、潘永洲、曾文德、郑明霞、罗金丁、许敬婷、林明敏珠、陈天成，对啊，即摆咧带伊疗养的吼，有姚卫星、李希明，还有洪门展弟兄的母亲白许秀英。所以同个部分，阮请大家大家来看，然后错误会使甲简述来评议。好，所以咱来看今日的题目，咱同齐来下解，请。因为是人会相会，所以说因为是人会相会，所以人与人中相相。即是咱来上映512首上映刷请律师来咱指导。愿咱敬大家三着救主耶稣基督灵命，天父上帝听他，圣神相分甲保守，对即时到永世来保持。阿门。
Gracias.
等一下，